全证完之后，他应该会有一个证书的。对，查看全证书。对。有完全证书。然后你帮我拍个照就行。拍到你手機裡。對，你就拍張照就行啦。差啲。看一下我。一齊收啦，一齊收啦。看一下我。做咗份好事就得啦。兩邊係有內容㗎，一邊咧係我自己我比較中意嘅一啲説話。翻開背面，係一個零食小清單，你可以揀5蚊，揀翻5蚊嘅零食，送翻俾你。因為其實呢3種方式，唱歌又好，或者係抽籤都好，或者係我背後嘅呢個留言卡都好，其實都係一種減壓嘅方式。一帆風順，心想事成。呢個係邊個㗎？我嗱，送俾你，唔好嫌我字醜喎。一份小小嘅祝福送翻俾你。你做咗呢個嘢幾耐？1年。送俾係啊。謝謝你，太好了。揀好咩啊？零食喺呢度。雪片。我要雪片味啦。呢個係原味。我要這個青瓜味，剛剛好。Thank you。夠啦。夠啦。OK。你留翻俾其他人啦。OK。希望你哋開開心心啊。OK。發下勞心。加油！拜拜。